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讲塞车塞到互人怀疑人生，实在是塞甲太无款了。伫咧台一线屏东凤港的路段，总是来大塞车，有游客为下晡的3点塞到暗时8、9点，前后塞5、6点真久，并无发生啥物严重的车祸，哪会塞车塞到这个行列？当地分局讲，学校开始夏热，加上天气真好，加上疫情比进前搁较稳定，结果大阵人拢来拼出人，才会造成交通大拍夹。车排咧排有够长，这是第1号线屏东凤港上北路段出现塞车的情形。为第9号线驶入来第1号线的车有够多，时速较无20公里。那要塞到什么时候回家？我们又不是台北。车是要行，哪唔正行？有驾驶讲，为下晡3点出发上北，塞5点外钟，一直塞到房山。警方讲，因为天气有够好，出去佚佗的人伤过济，才会塞车。顶礼拜去垦丁佚佗的人有够济，另外台东热气球、嘉年华嘛，真侪乡亲去坐。有真侪游客上北的时，车集中伫第1号线，所以讲为昨下晡3点开始，车就有够济。昨天统计台一线北返单日车流量达到3万辆次，那相当于是今年228连假以及清明连假北返的数量。每小时北返的车流都超过了2000辆次。警方有出动做交通指挥，嘛针对第1号线房山的施工路段，封闭内车道，就做调拨车道的处理。这个车流到暗时9点才化解。疫情已经降温，又搁是休热，真侪乡亲挡袂住啊！那休困到规家伙出门去佚佗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